是法式的油封鸭腿，对不对？这一道其实，在法式料理里面也很受欢迎吧？对，它在国外它其实是一个传统菜，是个传统菜。对，它是比较偏南法的料理这样子。你会用油，然后我们有加一些百里香、迷迭香，还有带皮蒜头。对，还有一些鸭油，然后下去封我们的鸭腿，这样子。就生的鸭腿，然后把刚刚你讲的这一些辛香料，对，然后用这个是要真空吗？对，真空包装。要用这个酥肥鸡啊。我们用77度低温油封至少12个小时，因为如果你直接用煮的话，就是直接用煮肉质就不会很嫩，对不对？对，变成说你要用油下去泡它，就变成你要开着瓦斯，可能就是让它这样子。哦，这真的是很专业啦。是。OK， 好，那我先教大家做一下油封鸭腿的配料。我们先刚才我们先切好的这个马铃薯，就是我们等下做马铃薯泥的。是，我们这边就先让它。就是让它加热，然后我们先盖上盖子。里面有没有放什么调味料？都没有。我们有加一点盐巴。盐巴。对，有先加一点盐巴，就是让它会比较快一点，它的渗透压的问题。哦。对对，它会去破坏它的那个细胞组织，然后它会比较快软。对，然后也会等下会比较有味道，这样是。OK。好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这个马铃薯它已经煮软了。你就把它关火，然后你加这个鲜奶油，差不多50克的鲜奶油进来以后，我们用我们这个手持的搅拌机把它打匀就好了，把它打散。好，差不多。我们打散以后，准备要过筛，就让它的口感会更细致一些。这样，把它倒进来。OK， 姐，这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下吗？就是帮我就是这样子以后，然后把它这样过筛，这样把它慢慢的立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准备一下我们的等下的油封鸭腿的配菜。我们这边水煮滚后，我们撒一点盐巴进来。对，然后先烫我们的青花菜，就是我们先把菜都一样都拿下去烫，还有我们的小番茄，把它煮熟就好了。OK， 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先把我们的鸭腿，已经煮好的这个已经封好的油封鸭腿，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拆带这样子。这边你们有看到，就是这都是它里面的油这样子，就它油封鸭腿就是怎么讲？你在封它的时候，它的油会一直不断的逼出来，然后它这个油就会跑出来，这其实是它的精华。对，我们都要用它的鸭油来煎它本身鸭腿这样子。OK， 就把它拿出来。OK， 你有这个鸭油，你再用这个鸭油下去煮我们的配菜，还有我们的鸭腿，都用这个油来煎这样子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准备煎我们的鸭腿。我们这边有刚才鸭腿，我们就是油封出来的油，我们用它的油再去煎它，这样，对，就不用再另外淋什么橄榄油啊，或者是沙拉油这样，对，用本身它的鸭油的香去煎它就可以了。我们在煎鸭的时候有一个技巧，就是说它其实如果你不是用不粘锅的话，它是非常容易粘锅的，所以我们希望是就是冷油的时候我们就下去了，就是不要等它油热了才下去，要不然你很容易就粘锅了。让它冷油下去，反而是冷油下去不容易粘锅。对，因为它皮表面有油，它跟我们一般煎鱼是不一样的。你看，这个声音就是它的皮就慢慢的煎，把它煎脆。我们这边可以撒一点点的盐巴，就先调一点味道这样。对，好，一样，黑胡椒来一点。就是黑胡椒跟盐巴这种东西，其实先加后加，我们自己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，对。就有些人习惯会先加，有些人习惯后加。可是黑胡椒我是尽量是建议是后加，因为黑胡椒如果你碰到油热的话，它很容易苦。对，煎火锅它容易苦这样子是。
哦，我们在煎这个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刚才我们烫好的一些配菜，我们就先放旁边，可以慢慢的煎它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我们的小番茄我们就去皮，2颗进来就好了。对，你看它这样就比较不会黏。对，真的好神奇哦。对，你看它颜色就会非常漂亮。我们在做油封的时候，它已经熟了。对，我们这只是让它做一个焦香化，就一点点上色就 OK 了，皮比较重要。对，差不多是这个颜色，你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非常诱人的颜色哦，很有食欲的颜色。就它颜色非常漂亮，然后非常的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我们要再撒一点点的盐巴，调一点味，然后黑胡椒。OK。那其实就差不多了哦。我们这边蔬菜的部分，我们一样也调一点味道。对 ，OK， 好。那我其实这样就可以关火了。好，那现在我们的油封鸭腿已经完成了啊。我现在开始来打盘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刚才有做的马铃薯泥啊，我们就一样打这边。对，然后把它画一条线出去就好了。对，花椰菜我们就先垫在下面，然后让我们的鸭腿可以站得起来，比较好看一点。让它站得比较高一点，高挺挺的会比较好看。哦，这个要学起来。对，然后就是，对 ，OK， 好。然后这是我们自己熬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有在用的一个金枣红酒酱汁，因为鸭腿它非常适合酸甜的味道。对，有些人会去做红酒酱啊，或是做莓果酱。对，可是我们现在就是在宜兰，所以我们希望用的是这个当地的那个东西，金枣啊。是。好，这就是我们的油封鸭腿，哇，好漂亮哦！